啱啱洗完眼啊，真係洗到我好眼瞓，提唔起精神去下一個客戶嗰度啦。整杯咖啡飲下啦，一遇咖啡喺同一個地方啊，都係喺呢個萬方時代廣場呢邊啊，翻去試下啦。呢間一遇咖啡啊，咁就依家呢個套餐第一次購買就好抵嘅，試下先。啲咖啡包裝都好靚。如果你過嚟一個人下午茶嘅話咧，出邊佢係籃球場嘅，其實你可以睇住人打籃球嘅話，嗰種 feel 應該係唔同。即係啲薯條，其實本身依家 cut 緊嘅，理論上我唔應該成日食呢啲嘢，但係所以點解我一直唔好得就係因為嗰把口收唔到，見到你又忍唔住食，好脆。間店嘅裝修風格咧係好簡約風嘅，咁佢嘅地板咧係屬於我比較中意嗰種地板顏色啊，咁成間店係好不時啦，適合喺度攤下午茶，然後跟住夏天吹下冷氣都唔錯。即係當然啦，你可以坐出邊嗰度可以睇下人哋打籃球嘅話咧，成個感覺都唔一樣。依家團購優惠套餐後抵3點優惠，特別多，可以過嚟試下。